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咱台湾买到的头一批 AZ 预防车，今仔日开始注射。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7点40分的时，就出现伫台大病院带头注射。陈时中是表示讲，会带头注预防车，是希望大家对预防车有信心。 主要是来打这个 AZ 的疫苗那院长也愿意带头来打让国人能够施打得更安心啊。那我会陪同一起，那希望一切都顺利。这都是打疫苗就是一般的事情了大家都不用紧张。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先来施打，给大家有一些安心安定的作用，我们也很乐意这样的配合。这个东西又不是比赛，没有什么强打第一针的问题，当然不会作假，医院也没有作假的必要况且打疫苗是一件好事情不需要作假。AZ 预防车今日伫全台湾开始注射，病院之间嘛传出大家拢要抢头一针的状况。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伫今日早起7点40分出现伫台大病院要去注预防车，是全台湾头一个注预防车的头一针。苏贞昌注射了后，伫8点外嘛有出面说明，讲伊身体无爽快。不过，苏贞昌伫咧注预防车时，并无对外公开，所以互外界质疑讲，到底是注真的还是注假的？陈时中是强调讲，注预防车是好代志，无必要讲骗。 伊对65岁以上注预防车嘛真有信心。镜头的婚林倒落的婚林国小，亲像是发生学校内底歹报道的群聚感染。对拜六暗开始，有100多个学生囡仔陆续出现吐、走白、腹肚疼的症头，学校赶紧通报教育处甲卫生局，嘛决定讲伫今仔日拜一要先停课，全学校要做大消毒。学校的官网紧急发公告。 婚林县婚林国小自拜六暗开始，100多位学生出现吐、腹肚疼的情形，去看医生。学校讲，校园内面每礼拜拢有消毒。经过医生评估情形，认为有群组感染的可能。经过县府同意，8月停课1天。我们不知道病原体在哪里。那在上个礼拜，我们学校每个礼拜都会有消毒的部分，但是孩子在家里或在学校，因为像礼拜2我们有一个孩子吐。 在班级里面吐，那我们也有清洁，也有消毒，但是在礼拜6，就是昨天晚上10点多才开始发生这个事情。卫生局疾病管制科加食品卫生科立即去学校调查，并且甲灶卡工作人员访谈，了解是毋是有相关病史。教育处讲，有可能是诺罗病毒或者是肠病毒引起的，也过爱验顶礼拜营养午餐的样本才能确定。傍晚已经有去做厨房啦，还有包括针对厨工做一些访谈了解一下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那目前厨工好像都是还没有最近没有所谓的肠胃炎或什么事情发生。婚林国小有30个班，上千位学生，身体无爽快的学生差不多占1成。因为学校消毒煞了，拜2是毋是当顺利恢复上课？学校会伫8月下昼3点进行公告，并且通知老师爱继续追踪学生的健康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阿里山公路69公里的所在，顶礼拜4发生火烧山，烧4天了后，总算把火控制掉了。初步即马研判讲，导火应该是人为造成的，因为火烧着边坡在落石头，所以公路总局按算对今日开始要分段封路做处理。另外，新竹的尖石20个时嘛发生火烧山，昨下晡总算拍花，不过烧掉3万坪树林。消防人员由水线爬行去伫火场，规座山拢是被烧臭大的粉料。到21暗，公派机对阿里山公路顶头翕已经拢无火无烟。这场火灾造成上边坡的坡面规拢看现现，石头容易放落。公路总局自今仔日开始到4月30分段封路，并详时1点钟开放一遍。起火点大约是在达邦169线。初步的看法应该是人为的因素同仁很艰困的爬到现场去把它浇熄，可是它地下很多地下根，然后经过白天的这个太阳照射，温度升高之后，都有可能在复燃。
新竹尖石乡玉峰村马里港步道同款也发生森林大火，因过因为地形的关系，无法度救水线，请求伫空中压水，也拄到混战伤高，无法度起飞。最后是靠警消甲部落居民大家做伙，伫咧山林开一条防火线，甲火挡出来。火烧29点钟了，地藏下头拍花，大约3万平的林木被烧掉。派遣地面部队结合原住民前往辟防火巷。 防止火势扩大。知名扫帮全台湾蒙地草瓦火灾已经超过1000件，消防署提醒民众，扫帮的时阵要注意4项卖做，2项爱会记的。不任意烧杂草，不随意丢烟蒂，不让民脂飞扬，不放炮竹烟火。记得呢要扑灭余烬，记得随手收拾垃圾。消防署也希望民众较莫点香烧金纸。 若要放炮啊，用环保炮啊，较袂发生火灾，空气品质也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台湾规工淡冷。咱来看温度。今日早起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各地气温干那12度至16度。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的杨梅，干那10度至。 这波冷空气会影响到明仔载透早，明仔载日时大陆冷气团就会减弱，各地温度就会回升，也阁一直到拜三，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平地拢有机会会落雨。这波大陆冷气团唔拿带来低温甲水汽，嘛甲境外的风背影响污染物吹到咱台湾，各地空气品质拢无好。明仔载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东部空气品质才会豆豆转好，也毋过伫中南部嘛是同款是感觉是个提醒，也是红色的警示。礼拜一规工，中部以北感受较冷，其他地区日夜温差大。 礼拜二顶半日有中前短波云系快速通过，也方便甲山区有落雨机会，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落雪机会。礼拜三开始天气就会温转好，啊，毋过环保署特别提醒，礼拜二半暝开始随冷气团落南，带来中国华北沙尘，为西半部空气品质会愈来愈恶化。21号深夜，还有可能是带有 PM2.5 的霾啊，然后加上粗颗粒的PM10的沙尘呢，会接连的影响到台湾的空气品质。啊，那主要影响的时间会落在礼拜一22号全天。礼拜一是这波沙尘影响台湾空气品质上严重一天，民众爱减少出外，避免伫户外有剧烈活动，尤其中南部地区伫下风的所在，扩散条件无好。24礼拜三开始，环境风场过转做偏东风，污染物继续累积，未来5天空气品质拢无好。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顶礼拜伫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中2+2高层会谈，中国甲美国相骂，网络即马嘛出现网军对美国发动攻击。咱台湾甲美军伫网络作战的攻防合作甲真密，咱有派队去参加美国主办的国际虚拟网络安全比赛，咱是摕到冠军。另外，即马听讲美国甲日本伫2+2会谈的时，风声讲有讨论到台海的突发事件。来看自由时报，咱国人目睭即马是无啥好，到红灯的警示。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因为成功案去互医生看的人数，去年甲前年连续2档拢超过30万人。虽讲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去门诊的人数有较减，也毋过成功案医疗费用无减，颠倒增加，健保的费用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联合报。环保署去年头一摆补助7支加油的奥多拜使用旧换新，啊，毋过7支加油的奥多拜补助量是超过电动车的9倍。洪批评讲，咱讲要减碳，这根本是行回头路。所以最近环保署已经决定讲，按明年开始全面停止补助7支加油的奥多拜。来关心面对国外一直北讲，自 AZ 预防射了后会出现副作用这款状况。即马咱国内今仔日开始注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政府一定会做好监控。另外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一例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
国内个新增加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表示，是本国籍30万回男性，有1分之前30日检验阴性报告。其是去年11月到波兰出场，伫2月25登来台湾，入境时无正常到防疫旅馆检疫，伫3月7日出现小可咳嗽，感觉无严重就无通报。3月7日检疫期满了后，伫厝内底自主健康管理，19因为工作需要到病院自费采检确诊。那他第一次采检的 PCR CT 值3.4，那次日核酸检测已经是阴性啊，那他的血清抗体是 IgM 阳性 ，IgG 也是阳性啊，所以我目前已经掌握个案的接触者家人总共4人哦。国内第一批 AZ 新冠疫苗22就要开始做对象是专职病院的医师人员。指挥中心已经甲全国卫生局甲57间病院开过视讯会议，为做流程到后面做疫苗出现的副作用，拢总有做讨论。针对可能引起的弥漫性血管来研会、大脑静脉窦生态，拢就是注射同意书，以后伫做进前应甲医师讨论。另外，国内进前有研究表示，无建议65岁以上民众做 AZ 疫苗，因为行政长苏清昌甲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要带头行做，也引起各界关心。是没有开放给65岁以上的民众，主要是因为他当初在临床试验的阶段，65岁以上的参加的人数的量比较少一点。但是后续其实，在英国还有欧洲，其实他们都是打65岁以上的哦。那这个部分并没有看到有些这个不一样的现象出现哦。指挥中心表示，咱已经建立一套做疫苗安全监测系统，会互民众伫做了后，伫院内特定血管区等30分钟观察是不是发生严重过敏才会不良反应，也请专人追踪，邀请专家做研判，小数也会分析统计对外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7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一例，目前是100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19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15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27万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算算的已经拖冬外，目前有真侪国家拢开始咧注意防射，嘛包括咱台湾。不过疫情哪亲像是无法度收煞，最近伫欧洲疫情有搁压起来，法国已经甲疫情较食力的所在第3摆封城。那英国伦敦有上千人因为不满防疫措施上街头抗议。假日的时阵，原本应该四界拢是人的巴黎乡下离下大道，商店开开人真少。由疫情继续摊开，法国政府宣布第3波封城的计划。On pourrait se dire que les politiques auraient pu prendre des meilleures mesures. Je pense que tous les magasins pourraient être ouverts avec un vrai protocole sanitaire, des mesures pour que les catégories à risque soient mises de côté un petit peu. Bah ouais, c'est pas totalement faux parce qu'on peut sortir en durée de temps illimitée dans un rayon de 10 km, donc ça reste assez vague. Faut avoir une attestation, mais contrairement au confinement avant, on est quand même beaucoup plus libre de sortir. 有将近1/3的法国民众进入有限度封锁的状态，不过也因为这摆封城无前2摆遐严格，所以讲假日的塞达湖边也是会看到真侪民众来外口行行。Mais je pense que là,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tout le monde mange, enlève son masque, etc. Donc non, pas trop de changements. C'est limite mieux, quoi. Bon, c'est juste un peu chiant parce qu'on peut plus voir nos amis qui habitent à plus de 10 km. On a un peu plus de liberté quand même, comparé au premier confinement. Donc ça fait plaisir. Après, bon, on est quand même dans une espèce de prison dorée où tout est fermé. 日英国伦敦的街路上出现真侪民众集合抗议防疫的限制，要求政府允准大型的集会，现场爆发警民冲突，也未少人因为违反防疫的规定，互抓起来。They need to agree to let people show solidarity. It's our choice. It's our cho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taking our freedoms away.
虽然新冠肺炎疫苗已经陆续在世界各地开始注射，却是医院无多主动，疫情一直拖。欧洲各国继续推出各种防疫的做法，不过要安怎在安大民众苦闷心情的同时，如果会使兼顾防疫，继续考验政府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来关心日本政府22番点开始全面解除紧急事态。严格因为变种病毒也在全世界传，所以疫情反复的温忧也是伫咧。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伫自民党大会顶头的演说时，伊是表示，防疫绝对袂使放任，爱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病毒，爱保持警戒，防止疫情搁反复。因为奥运的准备，即马已经准备要团盛会啊。伊嘛表示，爱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因为安尼大流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对今日开始已经全面解除紧急事态，代表日本即马已经全国解封。来关心，就算俄罗斯甲土耳其伫去年3月份有签倒来伫叙利亚西北部停火协议，也毋过过一冬了后，2日也是发生病院的爆炸，造成7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对远远看，因凊口提顶起哩，有一台油罐车伫咧倒火，救护车拄则到位，也毋过毋知影有偌侪人伫即边的攻击伤亡。被捕队员爱赶紧甲被攻击规排倒火油罐车拍花。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离土耳其边界只敢若几多公里范围的地区，离即天正无平静。萨马达镇一个天然气设施被炸弹破坏，卡阿镇和俄罗斯地对地飞弹攻击。قصف جوي ب4 غارات جوية من القوات الحربية الروسية استهدف منطقة باب الهواء على。这边攻击是发生伫咧迄间阿勒颇省阿塔勒布一间店被炸毁的几点钟了后，攻击的大炮是对政府军控制地区射出。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معكم المهندس عمر حلاق مدير مشفى الاتاري الراحل. تفضلوا. معلش هدوا هدوا.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عم تلاحظوا القصف لحد الان كامل لمشفى الاتارب. الجراحين احنا ما زلنا هون، طبعا صرفنا الكوادر الطبيه خارج عن الخدمه المشفى. 由土耳其支持的反对势力国民军发言人讲，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伫伊德利布省想要破坏叙利亚最后一个反抗军据点的稳定情势。2020年3月初6，土耳其甲俄罗斯签停火协议。协议的内容是，伫叙利亚伊德利布省军事缓冲区高建接触线沿线，所有的军事活动拢停来。不过停火协议才过1年就发生攻击。叙利亚人权观察讲，这边攻击造成一寡无辜的囡仔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有一寡人认为讲，拢是因为中国病毒、中国人甲病毒传去美国，所以嘛集团出对亚洲人攻击的代志。亲像伫乔治亚州进行着有白人假枪撞入去亚洲人开的掠零店，杀害造成8个人死亡。因为这阵悲剧，这2天伫各大城市拢有亚洲人上街头要求停止种族歧视。交伫亚洲首府亚特兰大州议会大楼外口，21下几啊百名示威者，抓着我毋是病毒，阮也是美国人，停止受训 RA 标语，声援 RA 族群。当地16发生一个21岁白人的查甫人，也前到3个无同地点的 RA 掠零的所在，请18个人死亡，其中6名死者是亚洲的女性。警方引用嫌犯讲，家己毋是种族的歧视，而是因为性依赖罹患案，这对受害者造成暗示暗指第2度的伤害，因此引发 RA 族群更加生气。过去1年来，美国各地因为新冠疫情，而规岁受训 RA 民众的情绪上升 ，RA 无代无志就防骂，甚至暴力攻击的事件大大增加，连老人拢受害。2001大屠杀事件了后 ，RA 不满搁再声援，认为家己被当作第2等的公民，针对性的案件无妨认真来处理。20在 RA 受训事件上做纽约市，也搁加州旧金山这大城市，拢出现相款诉求的抗争。What the guy did in Atlanta, that was not sexual. He was targeting Asians. He didn't go next door and attack the other spas. I go out now, I have to be careful. I have to watch out for who's next to me. Stop spitting at us. Stop cursing at us. Stop stabbing us. Stop killing us. Stop Asian hate.
美国总统拜登甲副手贺锦丽19日交伫亚洲议会会见亚裔美国人社区领袖，讨论受婚犯罪增加问题，也恳请美国人团结反对受婚甲分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前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国会暴动的代志，伊的面册甲推特拢封锁。不过伊的幕僚即马讲，川普按算要推出家己的社群平台。来关心中国伫2当前有爆发地震，当地市区拢大受影响。即马个风声讲，伫内蒙古黄河边发现大量的死猪仔，怀疑佫出现新的疫情。来关心缅甸反政府的示威，即马死亡的人数增加到249个人，而且有超过2300人互掠去。法国即马电力公司已经宣布讲，因要停止伫缅甸的一项15个亿美金的水力发电的大工程。缅甸军事政变，军方用武力镇压示威者，缅甸已经有超过200个人死亡，2000多人互掠去。昨昏咱台湾有真千人声援缅甸的民众，呼吁咱台湾政府要针对缅甸的情势做出表态。拍着换鼎管啊，这物件，唱着缅甸反政变的抗争歌曲，独裁者闪开，上千人集合在自由广场头前，声援缅甸的人民，谴责军方政变暴力镇压，并且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对缅甸情势明确表示态度。接下来，我们也会尽力的在立法院里面试着推动，是不是台湾的政府应该要对于现在正在缅甸军方的暴行一个更明确的表态，尽早的去建立相关的保护所有受到人权压迫的这些庇护者，能够一旦他们来台湾寻求庇护，应该要给予协助。缅甸军方在2月7日发动政变了后，更加用武力镇压抗议的人民，并且切断网络通讯，实施宵禁。到3月2日，已经有超过230多人在冲突中死亡，超过2700人互掠起来，包含真侪少年人。伫台湾的缅甸学生讲，真烦恼伫缅甸的亲人，认为世界拢伫进步，只有缅甸是伫退步。作为新一代的缅甸华侨，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民主跟我们自己的未来。伫缅甸军报名医护人员伫透早在中部的瓦城街路上游行，闪开安全部队，表达对翁山书记的支持。另外，军方上协调用石头机甲停伫路边的私人轿车拢弄歹去。美国、欧盟甲联合国则各自发出了谴责，拢无都阻止缅甸的经济恶化。欧盟各国外长有计2日通过决议，制裁缅甸执政军事当局的11名官员。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立委讲，这几天蚵仔的进口量是增加5倍，影响咱国内的蚵仔农。不过农委会是表示，因为最近这几年咱受气候影响，国内产量减真济，所以爱靠进口来应付需求。但所有进口的蚵仔拢爱有产地证明，避免生产地非法进口。买蚵仔手真紧，一粒一粒的蚵仔看起来大个青。这大致到产地彰化王景，就是要加买一寡，因为对本土蚵仔的品质真有信心。对啦，看者就知影，进口看者就知影你。台湾的蚵仔大个青真受消费者欢迎，不过东北季风来，蚵仔产量就减少，甘能靠进口的蚵仔补足市场需求。根据立委林俊宪提出的资料，为民国105年到109年之间，蚵仔进口的总量增加5倍，其中为越南进口5年佫增加260倍，109年到1306吨。东北季风起来，迄个蚵仔的产量减少，已经2-3年，我们台湾的气候异常，海水的那个咸度提高，蚵仔的生活环境嘛变化。安尼现象主要是伫个嘉义到台南之间的产地，以前东北季风影响，蚵仔较细，去年佫无风台来调节，互品质对咧受影响。农委会表示，这几年确实需要以进口量补足国内需求，目前已经请经济部各部局协助，所有进口的蚵仔拢爱提供产地证明。这个进口的趋势是在逐渐的成长，所以我们会跟国贸局那边合作，请他针对有没有可能从中国转越南进口的第3地雷，这个我们有要求产地证明。
张吉中指出，越南合法进口的数量确实每年增加，这部分希望以加工冷冻的方式处理。另外，台湾也爱严格管控，透过产地证明控制数量，也避免为中国转进口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体育的大代志，这是日本的东京奥运高速路，经过风风雨雨，总算伫4个月后要举办。到时入场的人数，也有海外运动员，拢会受严格限制。因为延期一冬，嘛造成选手村要转型做骑家合约的纠纷。按照合约，买的人原本是2023年3月份会当去带，也毋过因为即马东京奥运延一冬，所以规个计划嘛拢乱去。伫客厅会当看到大片的窗仔门，也有正高级的碰戏甲餐厅，互人看了正满意。随是日本东奥选手村伫咧使用了，会改造成这大楼骑家卖样品厝。本来是伫咧东京奥运结束了，用2年的时间改建，互买人伫2023年3月会当搬入去。不过因为东京奥运延1年，买人也延1年才有法度搬入去住。解約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住みたいから解約したくない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ご理解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日本东奥选手村占地13.9公顷，本来是按算伫咧比赛后由10几个建商最终开发，转型成做5600万户的高级工会小型社区来买。东京政府向开发业者付1年42亿日元的租金，当做运动员住入去的租金。也毋过因为奥运延期，又搁延1年的租约，搁付42亿日元的租金。真侪已经签约要买厝的人，想要甲业者谈延期期間伫咧外口租厝的補償金加貸款，也毋過業者攏無回應。やはりどうしても売り主の対応がおかしいんではないかと。質問を要求しても、突っぱね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ところの一連の対応もずっと見てまいってますの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納得のできない方が、民事調停に進まれているのかなとは思ってます。即馬已經有20幾位買厝民眾，要用法律的方法要求針對合約退錢或者是賠償。不過律師講，若開發業者無願意坐來調解。地方機法機構来解決。それまでに本当に工事が間に合わないのかどうかっていう点も争点になると思ってます。でさらに今回延期に伴って売り主側はデベロッパー側は東京都から40億円で土地の賃料を得ています。で本来我々に売却して我々に引き渡す約束していたものを東京都にさらに貸すことで彼らは40億得ていると。でその40億の帰属というのが本当に売り主だけに帰属していいのか。其中一間開發商3間不動產主提供已經分別甲買人溝通，不過對賠償的部分，公司的立場是正硬，認為疫情造成的延誤交厝無適用賠償條約。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在地上大條，咱來關心苗栗通宵的宮田宮白沙屯馬4月11要起駕，要去北港進香。廟方原本是規劃講3月13到4月7要開始接受報名，想未到這無幾工爾，就已經有超過5萬人報名，所以廟方國部長時聲話停。按算今年參加人數應該超過6萬人，不過按照防疫規定，並無開放軟橋卡。雖然還未到起駕的時陣，苗栗白沙屯宮田宮還是這麼慎重，向白沙屯馬來參拜，而櫃台是非常無嚴，等你準備要緊的資料甲配件。每天起碼都4000人起跳，最少的。無法備戰甲上衣這配備，全部攏是要互參與進香的民眾的。苗栗白沙屯馬就要伫4月11號來起駕，廟方原本規劃3月13號到4月8號。開放鄉客來報名，雖然是向話停，原來受理報名只有幾天，報名人數就超過5萬。前年有走過一次，沒有，就想說對參與這次的活動，又不行啊，脊椎側彎了，沒有辦法。不過今年疫情相對較穩定，加上這段期間民眾無再到出國，唔那過路真夯，宗教活動反應嘛真熱烈，所以廟方真煩惱經濟危機，呼籲防疫還是要遵照規定。原來沿路戴口罩，而且我嘛講，呼籲大家咱佇沿路上，咱軟橋卡這個就買來軟橋卡。廟方表示，雖然民眾攏真熱情，不過廟方呼籲，全程基本的防護還是愛做，嘛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如果今年參與人數超過6萬，不過攏是要遵守防疫規定。記者苗栗採訪報道。
咱国内真出名的乐团五月天，对拜六开始伫台南要连续举办5场的演唱会。昨昏头一场的演唱会结束了后，所有歌迷发现讲，因的衫啊裤内倒着青青擦，赶紧提醒大家，这是啥物？发生啥物代志？主办单位是表示讲，是因为即个擦看起来有粉尘，还佫有这暗门涂笔唇，才会安尼已经赶紧去处理。民众挂嘴安排的，拢是为了礼拜日暗时5月天伫台南市立体育场举办的第2场演唱会，为防疫工作人员也伫现场放送。请各位粉丝朋友们帮我全程佩戴好您的口罩，以及全面禁止饮食哦，谢谢。5月天过10几年才到台南开演唱会，吸袂少人。20举办第1场演唱会时阵，所有看台区的歌迷发现场地落擦，有人的裤起目着，有人的白鞋啊变青色的鞋啊，还有人连手拢目着，赶紧发文提醒其他人。非常小部分的区域哈，它原先的一个水泥漆有一些风化的那个现象。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天已经请专人做了整个一个清洁的擦拭，那也购买了坏漆来做一个尽速的处理。市府回应，这擦是看台区地面的粉尘，因为部分暗涂擦被开才会出现，也紧急补强，也强调是少数个案，并不是所有市立体育场拢会落擦。不过民众认为场地应该无定期派人维护，这袂亲像这种大型演唱会时阵落擦，无甲来好看。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热带咱陪的焦点就是彩色的稻仔田，不过即马伫路边就会当看到啊。即马彩色的稻仔田的设计者是林清源，伊是新农种的稻种人，伊是东港人。即马伊伫家己的社区，嘛有设计一幅图，邀请大家去东港行行咧。一大片青金金的稻仔田，中有彩色的稻仔，画出农家的故事。有无用咧做事的农民，屏东的特产连雾鼎鼎。这幅美丽的稻仔画，毋是伫屏东的热带博览会，是伫东港的下部社区。设计者嘛是新农种的得主林清源，望用这幅图，请更较侪人来了解屏东。这是一种推广迄个新一个新种互地方有一个小可景点人看呢。吼，愈侪人会当知影吼，咱屏东有介侪有特色的吼，是讲咱下部社区，还有咱的兰州糖厂。兰州糖厂即马嘛是有一个亮点，就是讲阮遐有种一个12生肖。彩色稻仔田的研发者林清源本身就是东港下部人，伊的这项创意伫屏东的热带博览会穿起来，即便伫伊家己的故乡设计步步丰收这幅图，毋但甲社区装塔甲真特别，嘛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这项技术是对下部来的。伫即个社区来种，就是讲吼，希望会当佮互较侪外口的人知影讲，社区社区有出产好米，佮有染污以外，所有的咱的技术人才拢选伫咱的下部社区。这项甲大自然合作的作品，毋但伫当年的热带博览会看得到，林清源的团队嘛伫屏东侪所在拢开始咧创作，望请更较侪人去屏东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都达国小为着要互囡仔会当更较了解赛德克的传统建筑，是专工请部落的时代伫学校的空地啊来起一个传统的牛村，还有瞭望台，还有招侪部落的少年人来斗相共，望会当传承赛德克传统的建筑甲起厝的功法。一边用锅仔咧煮茶，另外一边用叉仔伫茶顶悬挖出要用来接水的坑。这是南投县仁爱乡的都达国小，为着要去洗涤的传统牛村甲瞭望台，来做民族文化的教育场地。校方特别请部落的长辈来指导建筑工法。瞭望台啊，就那个比较高嘛，比较难一点，没有那么多了，很少了。大部分他们老长辈的话都没有了，沿袭他以前的祖先，就是他的阿公传统的工法来制作的。我们也邀请了部落的一些年轻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去学习一些传统的工坊。洗涤传统聚落的基本建设，就是徛家、牛村甲瞭望台。其中瞭望台毋但是用来侦测外来者，嘛是少年族人聚会重要场所。校方嘛邀请部落的青年来斗相共。
同齐来传承这项强要消失的传统。以前都没学过，以前老人做那个传统屋也是跟他们学习的，做这个传统屋这样啊。在做这个谷仓跟瞭望台的过程当中呢，来传承到底是以前是用哪些材料啊？瞭望台为什么要建设在那个地方？斗大国小的校长表示，透过长辈传领这的青年来建造鸟仓甲瞭望台，希望会当互斗大的囡仔未来会当更加了解洗涤过去的生活形态甲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暴龙族的丹霞群是去花莲甲南投的界线设备宣告传统领域，因为因过去是因为日本人的政策，一部分的人留伫南投信义乡的第二村，也过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徙去花莲万英乡的马湾部落。双边的族人即马是做伙去找家己的根。伫石头顶用红门图写“丹霞团领4个字，本轮的丹霞群，互日本政府分东西，一部分留伫南投信义乡的第二村，另外一部分互徙去花莲万英乡的马湾部落。两边的族人搭来到花莲和南投的界线，设一个碑，宣告家己瓦达南的传统领域。部分是迁到往东，走到那个花莲县那一带去。传统领域就是原住民古早的生活领域，包含部落本身、有种植、掠鱼、拍蜡、宗教圣地等等的所在。这4、5冬来，台东、花莲尚无有7个原住民部落家己宣告传统领域。这认定时常爱去部落家己去访问耆老，照地图、文献来调查宣告。才交由政府来承认。人讲红旗好食，对倒起地。即届丹霞群，家己瓦达南来到旧部落对军园，宣告传统领域，就是毋望少年辈了解先人过去大过的所在，甲这份受迫害的历史传承落去。从这边开始，我们的开垦地啦，然后一直越到七彩湖那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猎场。然后我们的旧部落在下面这个地方，这边都是耕作的地方啦。虽然伫2017年有设原住民族土地划设办法，不过传统领域拄当现代开发，也是有济争议，包含台东地本湿地供电开发，和甲大地布部落的冲突。原住民传统领域的认定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也一直拢是台湾开发署爱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同齐进前，家扶基金会伫全台湾有选出23个自强儿童。这囡仔，有的人伫单亲的家庭大汉，有的人是阿公阿嬷带大汉，有囡仔治病身体艰苦。毋过这囡仔面对困境，食苦当作食补，拢真勇敢，比有的大人更较坚强。礼拜1到礼拜6都在做，只有礼拜天没有。我为了想要让脚更好走。讲到未来人生的目标，13岁幼成武器真坚定。虽然伫9岁迄年互判断是肺管畸形，我都家己行甲家己排疗。不过伊努力复健，继续练习，就是相信家己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不会去怨叹，不会去，然后还蛮认份的在做复健这一些，所以他这一点是我比较觉得他很自强的地方。一步一步向前接过种子，幼成的努力，可以得到家扶基金会自强儿童表扬。而亲像伊相关协助的要12岁幼婷，由阿公阿嬷带大伊，假日爱斗3工种芭乐、挽芭乐、卖芭乐来维持生活。其他的时间也去学电音三太子，希望家己大汉了后会使发扬传统文化。找一个有空的时间去帮助阿嬷，然后发现我可以了，就跳下去，然后现在还是一样，想要把电音三太子的文化传承下去。这么有限的资源的家庭环境下，孩子能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很了不起。只要孩子有清楚的愿望，那社工就会陪伴你们，家扶就会引进资源来帮忙大家。家扶基金会70年来协助超过50万个6岁儿童甲少年自立。今年选出23个自强儿童，伫获奖的背后是真侪家庭的辛苦的故事。伊哋原本应该是快乐无烦恼的成长阶段，提前大汉，承担更加侪责任，却是无怨叹。甲生活的困境转换真侪滋养，继续向梦想目标来迈进。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3月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根据统计，全世界3项内底就有1个人无清气的水通啉。世界展望会甲新德县的中正国中做伙举办公益招标，要募款，募到的钱要捐去非洲欠水的所在。伫非洲8岁10囡仔，逐工返点就爱起床，行6公里路来到有水的所在，灌水返去厝内，这就是欠缺水资源地区的日常生活。今年度会在7个国家，我们会找水井，然后推动公共卫生的方案。那或者是有一些区域，它如果是有一些公共卫生设备的缺乏，我们会评估它的需要，然后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做一个补充的动作。新德县中正国中这摆嘛透过招标6公里，让学生体验非洲囡仔灌水的辛苦过程，而且嘛募款合作非洲当地水源的开发。他们很辛苦，就是因为要喝一口水，然后要跑很远。都能体会到水资源的重要，和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这块宝地。了解水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所以每一滴水都是爱，我们要谨慎的使用。根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有1/4的囡仔无清气水通好啉。世界展望会呼吁大家珍惜水资源，嘛对欠缺水资源的地区加一份关心。记者刘文和新德报道。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嘉义。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举办228 74周年展览，公开嘉义地区伫228的事件当中，互政府要求爱自身自首的名单，而且佫邀请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高一生的后生高英杰去现场分享。壁刀顶面满满的名单，除了记录因的年岁、地址，佫有当初伫228事件当中所做的代志。总共有387人，就是228事件当中，嘉义地区互政府要求自身自首的名单。这内底嘛真有可能是后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因祖祖部队先咯228的时，这方面会来保护着台南县的县长严国清，一面这方面应着咱台湾的三警团的要求，佮派兵来嘉义协助维持治安，这个部分有足详细的记载。祖族的问题228内底原来有伊的历史上的地位啦，大家对这我们了解有限啦，这是实际上原来有当时爱出挂册还是啥。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操作部队甲228事件的关系，甚至是后来白色恐怖的迫害。主办单位嘛邀请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后生高英杰来做分享。伊表示，伫这自身自首的名单当中，嘛有因足足当初落来支援的人，会当找到这些资料，对因来讲是真重要。这个应该今天是要周主要来听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就很多事情周主自己也并不了解但是。所以很重要啊！现在我今天会把这些资料会拿一些回去，给需要的人看。当然这是过去国民党的独裁，过去国民党的专制。因为这摆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民主社会唔望台湾莫阁有这个发生这个代志，记迄个历史上的迄个教训呢。这届活动是配合国家人权保护馆第228事件74周年的系列活动，除了要找出更较侪当初互政府暗藏的真相，嘛希望会当害受难者甲因的家属清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声音嘛是一款艺术，伫台湾有一个法国的声音的音乐艺术家 Unique。甲伊的牵手，咱以台湾籍的艺术家蔡婉璇，因阿甲宝上山下海去录各种声音，用声音来记录大自然的水，嘛提醒大家爱珍惜大自然。你敢有听到规定好做副班外的这种水鸡，当伫咧唱歌？
斟酌甲听，伫咧宜兰县宜山乡，互人话做保护区的福山食物园内底，佫听会到姜仔响亮的叫声。就连台湾的特有种黄嘴角鸮，嘛号做孤黄，这种麻响的声嘛有得听。 In southern France, where I was born, in the mountains, there is almost the same sound coming from almost the same species of owl. It's very hard to see it, but it's very easy to listen, to hear it. 在法国南部出世的声音艺术家 Yannick，2013年和伊的牵手，本身是台湾人，嘛是艺术家的蔡冠璇，在咧宜兰县福山食物园和太平山，用2年的时间收集30多点钟的录音档，整理剪接做一块点外钟的 CD， 因嘛去访问当地人士，甲访谈，甲这块 CD 出做一本册，望声音的美感会当互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态和伊背后的文化展出。 除了表面的现象，也是五路的议题，咱会使搁进一步去想，讲我甲这个所在的关系。录声音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对话，聆听的位置跟那个环境带给我听什么。那这个算是一种即兴，这个部分是最有趣的。Yannick 这10多年来，伫台湾、就山、陆海收集各种声音。 也用声音纪录片参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就望声音这副锁匙丰富咱的眼界，提起咱的珍惜，永持咱的土地。记者阿敏晶、曾泰文新北报道。 世界正心息来看，伫新媒体时代，即马真侪人伫社群平台，拢是咧追求市赞甲流的数量。那愈侪就感觉愈骄傲、愈有自信，甚至讲有人已经是甲网络红人当作是梦想的一款职业。伫越南即马就让专工开课，专门咧教人安怎会当翕出水水的相片，而且即款课程佫真受欢迎。 一寡女学员徛伫咧镜头前摆 pose， 就应该踩到面挖倒一个角度，老师一个瞧。伫社群媒体有20几万粉丝越南网红开课，教大家安怎伫咧镜头前展出家己上好的一面。 Nói rồi là lớp mình cũng sẽ có những học viên đến để có thể là học cách làm sao mà để có thể là phục vụ cho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và có những học viên đến để tìm đến sự tự tin cũng như là cải thiện các kỹ năng về cuộc sống, ví dụ như là đi đứng rồi ăn nói làm sao được để được tự tin cũng như là giao tiếp tốt hơn. 上翕好是现场所检讨，看抑个啥物所在需要改进。除了家己摆 pose， 抑个家己手机念遐技巧。 自角度到调光拢无看步，另外课程的内容也佫包括美姿美仪大部训练、调整肢体动作。1天半的课程报名费要130美金，外送代票3800。từ 去年9月開課到即嘛，有超過500人報名。Vâng, theo mình thì có một bức ảnh đẹp rất là quan trọng trong cái công việc kinh doanh của mình. Vì cái bức ảnh đó, một bức ảnh đẹp sẽ tạo ra nhiều lượt like, nhiều lượt comment quan tâm của những người bạn mình, của những khách hàng mình và những người quan tâm đến mình. Thì khi đó thì cái sự quan tâm của mình sẽ được cái hình ảnh của mình nó cũng được chuyên nghiệp hơn. 另外，一個規劃翕外景的練習。 吸引真侪想要真做網紅的少年人，抑個保險業者、房地產中介，甚至電商平台賣家來報名。 Ví dụ như là ngoài đời tôi như thế này, nhưng một số các bạn là không biết diễn tả như thế nào, thì mình có thể thông qua những bức ảnh cuộc sống này, những bức ảnh đời thường để mọi người hiểu hơn về con người cũng như là cá tính của mình. Vậy là mình đã đưa gần cái khái niệm là sống ảo với sống thật là gần như là nó gộp là một. Complex mới đẹp quá phải làm hết cái clip cho mọi người. Ở đây 越南的總人口大約9800萬，其中7成是35歲以上少年人。 即馬大家攏有手機啊！少年人對社群平台依賴度誠懸，敢若是 FB 用戶就超過5300萬。在新媒體時代，大家攏有機會出名。雖然誠濟網紅在過程中有誠濟挑戰，也是有誠濟少年人想要試看賣。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輯。鏡頭來法國，法國文化部有提出一寡要申請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其中有一項是巴黎特有的阿燕的厝頂。 巴黎有8成的厝的頂攏是用阿燕枋，色水有深有淺，希望會當成做聯合國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讓這項基價得到肯定。
用空中摄影机看回到巴黎，看过去建筑物的厝顶是规片深深浅浅无同款色调的铺色，感觉真高雅。1850年，拿破仑3世要求乔治豪斯曼男爵翻修巴黎建筑，为降低成本、简化工人的工作。豪斯曼想着以圆片厝台介绍较贵，而且佫叮当照邦。到即马巴黎7成5到8成的厝顶拢是嵌圆片。Personnellement, oui, c'est un art. D'ailleurs, ça devrait être reconnu tel quel. Parce que c'est un métier qui se perd, sachant que, comme je vous disais tout à l'heure, il manque énormément de couvreurs, que ce soit sur Paris ou dans les autres régions. Et c'est vrai que c'est quand même plaisant de pouvoir réaliser quelque chose d'unique. 目前巴黎做这道的人愈来愈少，只剩500人左右。文化部要伫3月向总统马克宏提交参加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日最后决选名单有3项，分别是大家爱食的长棍面包、东部杜拉大区酒乡阿尔布瓦的葡萄酒节，也佫有一个就是巴黎圆片厝顶。Je laisse une trace d'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parce qu'en général, les toits parisiens durent 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Donc c'est une fierté de me dire que j'ai réalisé quelque chose qui va durer dans le temps pendant au moins 50 ans. 现代建筑结构威胁修复圆片厝顶这个技术的未来，佮加上做这道的社会地位无悬，做家长的大部分拢无鼓励囡仔做厝顶工人。所以支持圆片厝顶新为团体希望摕到这项任务，和这个机械工匠的专业知识得到肯定，改变因的社会地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北欧冰岛西南部最近无到1个月内发生5万摆的地动，19日时火山喷发，加上无影响空中的交通，当地民众嘛无危险。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周边800年的法格拉达尔火山伫19暗时喷发，流出几条火红的熔岩流，连夜空拢染红，形成真闪视壮观的景象。喷发一直维持到隔天，热岛已经开始转雨。熔岩继续流动，气象单位表示，即摆是小型的喷发，无大量火山灰影响。虽然火山所在的盖尔加丁谷是冰岛人口上侪西南部地区离首都雷克雅未克不到40公里，不过即摆喷发影响真细，也无影响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This is a very small eruption. The eruption plume does not reach more than 1 kilometer, and this is not a lot of lava, and it flows into a valley which is pretty much enclosed, so the lava doesn't go anywhere. So this is in some ways as harmless as an eruption to see as you can expect. 冰岛伫欧亚甲北美各座板块之间，两个板块长期反向撒鱼，地动甲火山喷发是常常有的代志。不过，雷克雅内斯半岛虽然是地动热区，今年1月底到即马超过5万摆，依然是真罕见。当地民众拢是无啥物感觉。不过，这几礼拜被地动摇到时困无好，已经是感觉真忝。科学家表示，密集的地动主要原因是板块运动造成岩浆伫地壳下骹刷去1公里，各不向地表所造成。早到经过最近一来就出现火山喷发释放压力了后，地动进行地壳转和。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辑。做伙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9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掌声顺息，明仔9点，咱再会。